坐二千米，米地会做死，有7个查某囝迎来受水，到满座，互老爸因分离。爱有群会到，看因无说就起来帮助伊，互因会有分离。因来到老爸有伫遐，伊讲：今仔日怎样遐紧倒来？因讲有一个埃及人救阮脱离雇佣的人的手，搁替阮出力受水，互因分离。伊对伊遐个查某囝讲：叫人伫遐落，并写书放伊伫遐，就请伊来食。无说怪甲迄人讲，伊就将伊个查某囝西普拉嫁互摩西，生一个囝。摩西把伊号名叫约书，因为讲囝脚有帮，伊过侪年来叫毋死。以色列人因为做苦工，就吐开喉叫，因做苦工喉叫声，到互上帝听见。上帝听起因的遗产，上帝就记伫伊甲阿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上帝看顾以色列人，上帝就知因代志。请大牧师讲道，表示上帝的计划。咱姊妹大家平安。自细汉，咱就不断在做计划，无论咱要食什么、要穿什么、要读什么学校，拢有人替咱做好所有的计划。然后到伫咱心情，咱家己嘛开始做计划，要读什么科系，要食什么头路，要嫁娶什么对象，要生几个囡仔，要伫什么时退休，咱都五方会当照计划，一步一步真顺利来行咱人生的路径。这个重大的人生计划，我家己号名过 A 计划。为着这个 A 计划，咱愿意付出真侪代价。但是咱嘛知影有一句话是讲，计划永远赶袂赴变化。伫人生的过程出现太侪变数，互咱不得不去改变咱原本的计划，还是放弃原本的计划。所以咱会感觉真不准，为虾米人生无法度照我想法来行咧？毋过，毋但咱拄着安尼个代志，所有人甚至保罗这种世道，伊也拄过。伫伊第二届宣告福音的时，原本按算要去逼推尼伫遐传福音，但是耶稣的神他毋准伊去。这可能咱感觉真奇怪，为什么耶稣要打乱一个宣告的计划呢？但是咱若继续看落去，就知，伫一天的暗时，保罗看见一个异象。有一个马其顿的人甲伊讲，请过来马其顿帮助阮。原来马其顿搁较需要福音，所以耶稣拍断保罗的计划。就伫马其顿，保罗去做欧洲第一间的教会。所以当咱人生出现意外变数，咱心莫生气，因为真有可能就是上帝要用伊的计划来拍断咱家己原本迄个定做非常好的计划。所以今仔日的题目，我将上帝计划号名过 B 计划。因为伫出埃及第2章，咱会当看见亲像伫以赛亚书，上帝透过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迄款的情景。天怎样较悬大，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我的念头较悬恁的念头。上帝的念头赢过咱的念头，伊看的是咱人生唯一的难度，所以伫适当的时，伊当然爱来拍断咱原本的计划。咱来分享第1章，虽然以色列人互迁徙到埃及，但是上帝无忘记你，伊互以色列人连做的应允。所以，因为以色列人人口增加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安尼嘛造成埃及的威胁。所以法老王用逼以色列人做苦工，看叫袂当互因，因为感觉家己的命真苦，就产生负面消极的态度，然后逼到每个民族对未来生意无望。毋但安尼，法老阁命令以色列的产婆，从迄个出世的查某囡仔开始，用安尼来断即个民族的种。但是因为这个产婆敬畏上帝，因决定听叹上帝，较赢过人，所以因不但无杀死这个囡仔，阁反倒去帮助这个产妇，
顺利将这囡仔生落来。所以咱当看见，伫以色列人感觉真绝望，都认为家己要灭绝伫埃及的时，上帝出手啊！透过两个敬虔的惨报，摩西出世伫这个世间。摩西老母约基伯将摩西生落来，但是3个月了后，婴仔会哭会笑，已经无法度去藏伫厝里。所以，这个约基伯的 A 计划就是，要用一个路顶做个箱仔，将囡仔放落去，然后将箱仔放伫水边的芦苇丛的内面。但是，歹伊的查某囝就是摩西的阿姐米利暗伫遐告条的，若囡仔哭会当去饲伊，就拄仔重会当去甲伊清洁。但是上重要就是预防讲，这个囡仔会当互埃及人捡去饲大汉。伫经文内面有一句讲，爱知伊会拄着怎样，毋是讲徛伫遐看人尔，是讲有将囡仔的命运放伫上帝的手，信靠上帝安排意思。但是无想到上帝对这个囡仔确实有奇妙的B计划。我老的查某囝竟然伫迄天去水边来洗身躯，竟然也发现这个爬伫箱仔内的这个后面仔。囡仔的哭声引起公主的怜悯。这时阵，你伫边仔偷看米利暗勇敢出来，甲公主推荐讲，我去要来有灵人的中间叫一个尼母，甲你用这个婴仔好无？咱看这个米利暗非常的聪明，伊将这个囡仔讲做是公主的囡仔，所以家己的处理来成长，并且伊的爸母佫会当对王宫来得到工钱甲真济的优待。几年过去，到伫摩西甲大汉，互送入去王宫，公主替伊号名过摩西。所以咱伫遮会当看见上帝计划是超过咱的想象。摩西原本生落来就爱互害死，但是上帝透过敬虔的散步留存伊的性命，并且佫互伊会当甲亲生的家庭来做阵。了后伫埃及王宫受王子的教育，学习有关所有埃及一切的学问。所以，亲像伫《使徒行传》第7章第12节有讲。摩西学习埃及人拢总的学问，讲话听代志拢有才能。摩西伫王宫中间住到伊40岁的时，40这个数字伫犹太人的内面有圆满、拄好、适合的意思。所以伫上帝对摩西计划内面，互伊会当伫4个月，会当伫父母家庭的照顾下面受以色列人的教育基础。了后30几年，伊伫王宫学习，怎样正做是一个领导者。所以40岁的摩西，伫上帝眼中就是一个已经备办好势的人。所以对这个经文看起来，当上帝咧使用一个人，上帝会透过伊过去的经历、学习来起造伊。有真侪兄弟姊妹有错误的观念。因为服侍主是爱有特殊的文字，无毋对，圣经所讲的一寡文字，亲像讲方言、医病、赶鬼，这拢是上帝互人的礼物。人毋免经过学习，就会当对信心来得到这文字。但是圣经嘛无可能爱经过栽培、学习来养成的服侍态度甲基础。就像咱知影伫旧约。先知的学校，就是组织这先知做伙学习。伫新约，行洗的约翰有受学生，耶稣嘛有受学生，就是通过学习来培养人，成做是一个合上帝心意的服侍者。其实咱来想看卖，上帝敢需要人来服侍伊、来敬拜伊？无需要，因为上帝万物有。上帝敢需要人来敬拜伊咧？嘛无需要。因为咱有敬拜无敬拜，拢无法度增加，也是减少上帝本身的荣光。但是透过咱的敬拜，透过咱的服侍，互咱会当调整家己，互咱会当训练家己来成做耶稣的学生。所以上惊就是伫教会内面，有的人认为家己已经是基督徒，就甚物拢毋免做，免学。
其实这毋是上帝的心意。上帝所爱的是，当咱接受这个救恩了后，会当透过服侍来学习，来看见家己有限，搁较认捌上帝。今仔日这段经文，嘛互咱看见摩西的 A 计划。伫摩西40岁时，对伊细汉的儿母，也就是伊家己的妈妈，互伊的教育，互伊对王宫行出去。伊开始想要关心遐个互当做奴才伊使用的以色列同胞，也有可能当时的伊认为家己会当用家己的权力、贵力来解决以色列人甲埃及人中间的迄个问题。所以当伊出去看见埃及人咧欺负以色列人时，伊想讲无其他的埃及人看见，就出手拍死迄个埃及人，并且将伊的尸体带伫山里。第二天，伊搁出去，看见两个以色列人伫遐冤家相拍。虽然伫经文中间无描述这两个人是因为甚物代志来起冲突，但是经文互咱知影，无讲道理的迄个人反转伫欺负人。所以，而且摩西看见安尼个代志，毋但是伊的目睭看见两个人咧相拍尔，是伊感觉非常奇怪。摩西咧奇怪甚物？伊想无为虾米伫同胞中间会发生亲像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即款的代志。伊所认为的是同胞之间，毋是应该互相相听、互相帮衬的吗？所以摩西出来主持公道，但是想袂到迄个欺负人的人甲讲，一嘴设立你做首领甲审判官来管管啊！你想要拍死我，亲像拍死迄个埃及人吗？这句话佫较好的意思是讲，你做你的埃及王子吧，我无需要你这个埃及王子，我无需要你来做审判官。不过你要杀死我，亲像你昨昏杀死迄个埃及人共款吗？这个人的讲话，互摩西无偌着惊。原本伊想讲无埃及人看见，原本伊想讲家己同胞会出来挺伊，但是只是伊较出来。惶恐过过伊杀死人，所以伫这段经文非常明显，摩西家己的 A 计划完全互拍破。伊认同家己以色列人的身份，想讲用伊当时的地位、能力手段会当解救伊的同胞，但是无想到伊的同胞较无认同伊，反转指出伊杀死人的事实，并且这个代志嘛引起法老要来处死。所以咱看见，连养饲伊大汉的埃及人，嘛无法度来认同伊啊。但是即话迄若是对的，伊敢会感觉伤心搁委屈？原本你做的这话是想要为着别人好，就亲像摩西，伊原本想要解救伊的同胞，但是到尾较相认毋是人。我相信咱拢有安尼经验，原本咱设想的一切是为着别人好。但是无想到别人无要接受，反转教你一嘴。迄种的心境出现伫今仔日这段经文，伫摩西心内，所以伊非常设志走离开埃及，坐伫米甸的井边。井边就是厝外人聚集的所在，伊伫遐会当得到水啉，也会当有人会当讲话。所以咱通想象当时40岁的摩西。伊坐伫井边，伊的心境是安怎？就是寂寞、无奈、前途渺渺。但是咱看见上帝的笔计划赢过摩西的笔计划，有可能伊当时想无，甚至咱连咱读者也毋知影为虾米上帝要互摩西拄着即款实际的代志。但是若是安尼，若毋是安尼。一个尊贵的埃及王子，哪有法度理解伊的同胞所受的苦楚呢？以色列人伫遐苦甲伊惨，连一点仔委屈拢无受过的摩西，是要安怎同理以色列人同胞的心呢？所以虽然摩西伊有委屈受苦的经验，但是这个经验也成做伊的帮衬，成做伊的成长。所以咱看到伊后来听同胞的辛苦偌大，后来当伊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伫
旷野漂流的时，发生一件大代志，就是摩西上山去领上帝的带领，但是真久拢无落来，所以以色列人急啊，因惊，就叫阿伦帮因做一只金牛来引带因。这互上帝非常生气，要将以色列人来灭掉。但是咱看见摩西伫遐替百姓求情，摩西伫遐讲：当你若要写要因会做，若无由你对你所写的册擦去我的名。对上帝的册就是性命册，擦去伊家己的名。伊为着就是要求上帝毋通来灭以色列人的全族。咱看见这是一种偌大的痛。伊甘愿为着同胞放弃伫上帝身躯边安尼祝福。所以有当时啊，上帝彼此化是要为着帮助咱成长，爱咱拍断原本咱家己的计划。有一个4岁囡仔伫遐耍伊的玩具，但是突然间这个玩具歹去啊，囡仔就一直哭，佮要求伊的爸爸紧将伊的玩具修理好势。第一哭的时，伊的爸爸甲伊讲：“我甲你讲哦，有一个种你毋捌的亲情，我过身，伊当互你1000万的遗产。有可能咱在座的人听到1000万，咱会跳起来，欢呼，然后将这个歹去的玩具弹掉。但是迄个4岁囡仔反应是啥物？伊要是不断地哭，因为伫伊心目中，伊毋知影1000万是啥物。伊个心目中，伊认为这个玩具是上重要的。同款，咱就亲像是这个囡仔，咱拢想讲，伫咱手头中间的这个计划是上好的，所以咱掠牢唔肯放。但是咱毋知影，上帝要互咱的是搁较好的计划，上帝对咱有搁较美好的安排。所以咱家心爱做，就是将咱认为咱家己认为上好的来担掉，咱才会当空手去承接对上帝来的迄个真美好的计划。咱看见上帝彼此化，伫40岁的摩西的眼中，是了看无尽头的结果。因为伫伊80岁带以色列人伫旷野时，上帝才会知影，伊对以色列人的疼有偌大。所以，当咱原本的计划互拍断时，咱会当学习的是啥物？就是静观、祈祷、听候。大部分的人伫拄着计划互拍断的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埋怨，问上帝讲为虾米是我的？但是兄弟姊妹，咱安怎问嘛无法度问到答案，因为咱真有限，咱无法度来测度无限的上帝的作为。真侪问题，咱可能爱等到咱去天堂的时，才会当知影答案。但是咱若愿意听候上帝伫遮所做的工课咧，听候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亲像做善的人，因爱听候所种的这个种子来结实，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耐性的。同款，当咱要看见上帝的计划。有当时啊，嘛需要咱安静来听候。伫今仔日上道会书会所读的这段经文，咱搁一摆看见摩西家己所做的 A 计划。伊伫米甸的井边看见这时的这查某囝来抢水，但是因为水源太宝贵，所以其他牧羊人就将这查某囡仔赶走。这时，摩西出手保护这查某囡仔，并且要帮助因抢水，互因的羊群啉。摩西嘛就按呢引发伊的牛郎爸来铁道。了，摩西生囝，伊感觉心满意足啊。所以摩西伊当时的 A 计划是啥？伊要伫米甸住落来，伊要伫遐来定居落来。为虾米？因为以色列人甲埃及人拢无认同伊啊，所以已经无转去埃及的必要啊。这对伊号名伊的大汉囝叫做结顺会看会出来。结顺的意思就是亚比伫遐，遐毋是讲米甸，遐是讲埃及。所以意思就是讲，摩西掠伊过去40年伫埃及的生活是亚比的，伊对过去40年是失望到底，伊无要伫伊王子的身份啊。伊愿意放落一切，伫
里地做一个无病的人，甲伊的太太后生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兄弟姊妹，过着幸福安宁的日子，嘛是咱想要爱，嘛是咱要追求的。因为咱就平稳，咱就真快乐，咱就免负任何的责任。但是上帝对摩西有更较大的计划，因为上帝对伊出生到现在，就是要互伊成做一个领袖，毋是做一个安稳生活的人。所以上帝的第一计划是啥物？就是将摩西放伫米甸的旷野里遐牧羊40年。旷野毋是一个真好的所在，旷野是生命拢无的所在，所有的敢若石头，敢若山人尔，敢若一点仔草尔，完全毋是摩西生长的环境，什么拢无。但是上帝将摩西带到旷野，互伊离开尊贵舒适的王中，就是要备办伊，互伊有够爷能力，会当伫将来带以色列人经过旷野，伫旷野生存。另外，这个米甸人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甲伊的细姨所生的后生的后代。所以上帝带摩西到伫米甸祭司亚撇罗的厝，也是互伊会当有机会会当认捌，并且学习关系上帝的事。因为伊离开家己的厝的时，只不过是3岁4岁，对上帝的事根本无啥物印象。所以伫旷野40年的摩西，到伫伊80岁时，会当讲已经受到真好的磨练。啊，因为安尼，咱伫以色列人的历史的内面，看见以色列人提起摩西是做过亚伯拉罕，因为摩西会当讲是集合真侪的身份，亲像先知、祭司、律法的颁布者、审判者、代求者、牧者、行神业的，以及民族的创立者等等的身份。所以咱看见上帝笔记化甲摩西原本期待安稳伫遐生活是两个完全无共款的方向，但是上帝放伊伫旷野装备伊，是因为上帝听见以色列人后着凄惨的声音，所以上帝要备办一个适合的领导者出来带领伊。但是，因为我想咱大部分的人拢生活伫安稳的生活内面。但是咱伫安稳的生活内面，敢有看见上帝对咱的计划？上帝毋若是要互咱生活安稳就好啊！既然咱来到这个世间，就有咱每一个人特殊的用处。但是咱看伊遮个书，对伫40岁的摩西、80岁的摩西来讲，伊想象袂到。伊所看见的就是伊伫埃及的生活，伊伫旷野的生活。就亲像咱非常的平凡，咱就是食头路，咱就是伫厝里，咱无啥物特别会丰功伟业，咱无啥物特别大的一个材料。但是咱要知影的是，有一位有权柄的上帝，伊掌管历史甲未来，伊掌管咱的生命，伊对你有特别的安排。会记这个代志，伫40岁的摩西，伫旷野摩西，伊拢无法度明白。但是当时明白，当伊接受上帝的呼召，当伊徛伫法老王的面前，当伊徛伫还未分开的红海的面前的时，伊完全明白了。所以非常要紧的就是，咱来邀请上帝进入咱的计划的内面。因为咱若顺服，就会当真紧找到家己的定位。但是咱若想要继续家己的计划，有可能我面对更较侪的挑战甲困难。所以可能你有想讲，安尼我是要邀请上帝进入我的计划内面咧。有真侪方法，亲像读圣经，你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讲，既然无上帝默示的经，也有利益伫教师伫国籍，互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理，互山上的人练习，便来行工作的好事。而且讲，互属上帝的人会当练习
本来行当中的好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另外，阮对上帝、服侍上帝，嘛会当帮助咱参照上帝对咱的计划。以罗马书12章第1到第20有讲，兄弟啊，所以我因为上帝怜悯，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我的圣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心灵的服侍。无你参加这个世间同款，要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互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通欢喜、顺传的旨意。当咱将咱性命献到上帝，目睭就当对这个世界转移，来注视伫上帝所爱咱要去做的代志。后来咱会当做的是啥？祈祷。伫哥罗西书第1章第9有讲，所以咱对兄弟的替恁祈祷，恳求无煞，愿恁伫心灵内因的智慧甲灵通，你着知伊的旨意到满满。咱会当知上帝的旨意到满满，为什么？就是祈祷。所以祈祷不但会当互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咱来当亲密，咱嘛当祈祷中间求上帝，互咱替伊祈祷的迄个人，嘛会当明白上帝对伊的计划。最后，上帝嘛会通过咱的环境、学习、经历，甚至咱的梦想，互咱看见伊的计划。但是这拢要通过印证，就亲像士师记内面即个基甸。当伊想要确认上帝呼召时，伊所使用是啥？标门是打是水，来甲上帝求印证。这毋是不信，是因为有当时啊，咱的想法是错误的。伫今仔日故事内面，咱看见摩西80岁，也就是伊生命2/3的性命内面，上帝透过人看袂见、想袂到的方法来调度伊。互摩西咱来哪形成上帝所喜爱的一个领袖的角色。虽然兄弟姊妹，咱嘛会当来试看卖，伫咱计划咱的学习、学业、工作、服侍、婚姻等等遮个代志进程，咱嘛会当用祈祷、祈求、迎捌上帝，来邀请上帝进入我的计划内面。另外一方面，咱嘛仰阮上帝会当来修改我的计划。互伊来调整我生命中间的迄个重点，甲我生活的脚步，这毋是失去咱的主导性甲自主权，是咱将生命交付迄个上理解咱、对咱有特别计划上帝的手头中。希望咱每一个人都会当行伫上帝所要互咱的迄条充满稳定、充满应